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牧养的羊群，是伊照顾的子民。今仔日恁应该着听伊的话，会众请起立，来吟圣诗第26首。圣诗第26首，但愿感谢上帝。请由原徛地用新的诫命来做咱的信仰告别。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三角来启应，启应文第64篇，也就是雅各书第1章。我来启，兄弟来引。亲爱的兄弟姊妹，唔通受欺骗。伊无改变，嘛无天体转世应去的影。亲爱的兄弟姊妹，着知，因为人的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
所以要消除一切拉三的习惯，甲灌满的邪恶。着实行道理，简单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毋过有得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阁有得坚守的人。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是在欺骗家己，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对爸上帝看起来，三甲额头来祈祷。创造一切的天父上帝，你是互人尊重的主，你是万物存在的原因。当阮看见你所创造的天甲地，以及时间甲空间内面所有的万物，人哪会有法度否认你的存在？伫你的面前，阮只有深深敬畏的心。纵使阮常常回头毋看你，因为贪恋即个世界。无爱找求你的带领来行天路，无法度清起家己的心思，颠倒离开你哪来哪远，直到拄着侪侪艰难困苦。求你，互阮有智慧，伫欠缺困苦的时，知影通找找你的帮衬。亲像地震的时，阮只想要觅伫你的实下；疫情严重的时，阮只有专心倚靠你的保护。有战争威胁的时，阮无所在通躲闪，只有恳求你带来公义甲和平。阮的软弱显明出你的慈悲怜悯，你笑量阮是土份所做的，听阮的祈祷，所以赐予阮你所疼的独生囝耶稣基督，为着阮所犯的罪，钉死伫十字架顶，来替阮赎罪。救阮脱离这的苦难。上帝是疼，圣囝耶稣嘛是疼，圣神也是照着咱的三疼运行伫咱的中间。阮齐声学乐你的全能甲全智，阮感谢你的怜悯甲救赎。阮爱诚心看待家己的罪过，求你伫阮悔改的道路上无放弃阮。感谢你伫即个圣的主日，互阮有份参与敬拜。求你，互阮有纯洁的心来接受你今仔日的教示。阮忧伤痛悔的心摆咧伫你的面前，求你纪念。阮安尼感谢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赞美圣歌队要学乐的诗歌是《我要跟对主》。
做伙共听上帝的话，记载伫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8节到15节，就会记得耶稣基督，伊是大卫的后代。上帝予伊对死人中国活，这是我所传的福音。我为着这个福音受苦，甚至亲像犯人，互人连地。毋过上帝的话无受捆绑，所以我为着上帝所竞选的人忍受一切，互因嘛会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甲永远的荣光。即句话通相信，咱若甲伊同死，嘛会甲伊同活；咱若吞忍，嘛会甲伊做伙掌权；咱若毋认伊，伊嘛会毋认咱。咱若失信，伊犹原信实，因为伊袂会违背家己。你着提醒大家，伫主的面前认因，毋通为着言辞争辩，安尼做无利益，袂互听的人受伤害，着真力做，通互上帝看见可处无见效的工人，正确解说真理的道。今仔日牧师要讲的道，题目是“道成我是”。请咱同齐来祈祷。主管的上帝，当阮自即踮伫你面前的时，愿你拍开阮逐人的心，也愿你通过你的话亲自对阮讲话。愿你踮伫阮的性命掌权，也愿你踮伫阮的教会掌权，正做阮的帮衬，互阮每一日，阮看见稳定。当在你面前献上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免。兄弟来平安。我想定定咧开车的人拢有一款的经验，开高速公路甲开山路的体验是完全无共款的。毋知影咱较爱开对一款？拢袂。开高速公路有当时啊看起来是轻松，但是时间开久了会安怎？你会感觉真野生，你会感觉真野生，因为感觉到非常的忝，安怎看拢共款，一直维持迄个注意，所以你会开到足忝的。踮伫山路的时，看起来是无好行，毋过有当时啊经过一个长月，有当时啊佫经过一个山头了后，咱看见新的画面，看见新的风景，颠倒互人有一款新无共款的体验。所以，无论倒一款路，其实拢是咱人生中间会拄到的。毋过，定定咱咧讲，咱敢若想要开迄个看起来较平坦的路，想要开迄个看起来平坦的路，是因为咱感觉安尼应该较安全。毋过，若是照咱家己咧开的经验，就是迄无一定亲像咱所想象的共款。看起来是平坦，看起来是安全，但是却会互人袂记你一切危险点伫倒落，嘛会互人袂记你讲上帝到底伫倒落。有当时颠倒踮伫一寡长月的过程中间，提醒咱需要倚靠上帝，嘛照着上帝的引带去经验，每一个坎站拢是上帝的恩典。保罗咧鼓励提摩太的时阵，其实因拢毋是咧行一条真平坦的路。顶礼拜咱有提到讲，踮伫提摩太后书的第1章，保罗咧勉励提摩太讲，你爱对亲人的脚趾、牧者的典范去看见耶稣基督怎样引带你。煞者伊也继续对提摩太讲，你爱照着基督耶稣所赏赐的恩典坚强起来。每一个人的特质拢无共款，咱对保罗的印象真正是一个较勇壮、看起来较强势的人。但是来到伫提摩太，咱看见一个较少年，嘛看起来无遐尼坚强的人。毋过保罗咧鼓励伊所带的同工，爱倚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当这个时刻，提摩太必须爱承接保罗的工作，
伊爱成做一个牧养教会的人，伊要成做一个领导者的时，心内底其实伊有紧张，嘛有惊吓。伊咧惊啥物？我敢有法度？伊咧惊的是，我的经验遮尔有限，我敢真正有法度陪伴教会吗？当教会充满侪假的教导，充满侪无意义遮一切的言论的时阵，提摩太心内底咧面对一个真大的挑战。伊到底拄着啥物？伊所服侍的教会是以弗所。当伊成做以弗所的教会，这个时刻的以弗所是一间侪混乱的教会。那亲像踮伫风影中间，伫一切拢真混乱。伫这个混乱的时刻，伊成做领导者，伊会当安怎行？伊到底会当倚靠啥物？认为讲外表较坚强就有法度吗？其实并毋是。保罗一直咧提醒提摩太，你心内底的亏力爱赢过一切。所以踮伫第2章一开始，伊互提摩太三个形象。三个形象头一个是你爱做战士，你爱做一个精兵，你爱做一个战士。第二个你爱做一个运动员。第三你爱成做一个农夫。伊用这三个形象咧鼓励提摩太，伊咧对提摩太讲。抓条正确的方向，你爱向前行。真正重要的代志，毋是你外在偌尔厉害，真正重要的毋是你拥有啥物，是你知影你所要行的方向是要往对来行。因为你是战士，你是基督的精兵，所以你会当分担一切的苦难，嘛会当赢过外在的交叉。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所以会当带着气力。无放弃，不断向插伫头前的标来跑走。因为你是正常的人，所以无论天发生什么代志，这个天地发生什么代志，你爱照时继续温困做工。这是一个老师对伊的学生的勉励。伊毋但通过讲道理，伊也互这三个形象来教互提摩太。正做一个服侍上帝的人，你爱做精兵。你爱做运动员，你爱做农夫，踮伫跑走的过程中间去感受外面的挑战，袂赢过一切。只有你内在，才会当赢过这世间一切的力量。我看到一个退休的牧师，伊家己讲一个过去的故事。伊讲，当伊受邀请去到伫神学院。来分享课程的时阵，下面坐一大堆还阁咧读册的新学生，一人问伊讲：你踮伫遮尔长的服侍教会的经验，你牧养教会的经验，服侍30-40年，上互你印象上介深的代志是啥物？结果这个牧师徛伫遐，伊讲吼，互我印象上深的代志2字：混乱。伊讲就是混乱。所以听了坐伫下骹的学生全部拢讲去，所以服侍教会、服侍基督一世人踮伫教会内面，上互你印象上深的代志，竟然是混乱。这个牧师继续讲，混乱提醒讲，恁毋是超人。混乱提醒讲，伫人的生命中间，你无法度掌握的代志。比你会当掌握的搁较侪，毋通认为讲你正做一个服侍上帝的奴仆，一切拢会足顺势。你要做上帝的工，一切拢是直的路。是踮伫迄个混乱的过程中间，提醒人讲，咱需要上帝。是在混乱的过程中间，咱才会当去体会讲创世纪第1章的一开始咧讲啥物。伫全地还阁咧混乱的过程中间，上帝讲爱有光就有光。所以这个牧师才会提醒每一个新学生讲，伫迄个混乱的过程，伫迄个充满挑战的过程，
提醒你，你毋是超人。这嘛真做咱每一个基督徒真大的提醒。咱逐个人嘛会妄讲，我信耶稣了，一切拢会足顺遂。我若是要为主做工，一切拢会当是得的咯。毋过，这个牧师的经验嘛，搁一摆提醒咱，是伫迄个混乱，是伫迄个艰难的中间，提醒咱生命的掌权是上帝。提醒咱是软弱的，咱是无气力的罪人。这也是保罗咧对提摩太所讲的，毋是你有偌济气力，毋是你有偌济才调，毋是你即马看起来软者所以我甲你讲，你爱较坚强来赢过别人。是你爱照着迄个形象，你是一个基督的精兵，你是一个运动员，你是一个农夫。继续向迄个目标，逐工做你应该爱做的代志，逐工嘛去体会上帝要踮伫你的生命中间做啥物事。这是一个真大的提醒。当咱正做一个服侍上帝的人，咱毋是足厉害的人，咱是软弱，咱是需要稳定的人。保罗和提摩太方向，毋是策略。伫今仔日，咱侪人，甚至侪教会，较关心的是策略、是方法、是计划。但是保罗却讲，咱真正重要的是对圣经的话语中间得到正确的方向，也照着这个方向向头前来跑走。所以伊进一步要甲提摩太讲：当我为着福音的缘故受苦，互人关监。上界重要的代志是，这是耶稣基督捌行过的路。保罗讲：你爱会记你耶稣基督，伊是大卫的后代，上帝予伊对视过我，这就是我所咧传的福音。咱所咧传的福音是啥物？咱所传的福音，毋是信耶稣了后，你会足顺利；毋是信耶稣了后。你拢袂拄着困难，毋是信耶稣了后，你绝对会赚大钱。咱所传的福音是啥物？咱所传的福音是耶稣基督已经赢过死亡的权势，耶稣基督已经赢过世间一切的权势。伫一切混乱，伫一切看起来充满挑战的时刻，耶稣基督永远是咱的主。这是福音。这是保罗所见证的福音，也是保罗提摩太讲你爱一生持守的福音。所以保罗继续讲，正做一个牧者，你爱宣讲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永远袂受捆绑。世间的权势会捆绑恁，但是上帝的话永远袂受到捆绑。你会当带领教会经过每一个混乱。伫看起来乱糟糟的环境中间，永远见证上帝有新的创造。就着安尼，保罗才会讲：咱若甲伊同死，咱嘛会甲伊同活。咱虽然会拄着困难，但是基督永远是咱的主。咱若甲伊同死，嘛会甲伊同活。咱若是忍耐到底，也会甲伊做伙掌权。咱若无尽伊，伊也无尽咱。咱若失信，伊永远是信实，因为伊袂违背家己。这是福音。人会软弱，人会因为家己的罪离开上帝。人会认为讲，上帝敢若予我的，拢毋是照我所满意的。人会有足侪心内底的怨恨。人会有足侪心内底的埋怨，但是上帝的话讲，咱若是失信，伊永远是信实，因为伊袂违背家己。所以会当带领咱经过每一个困难的是基督，是咱对伊的信心。耶稣基督的道成肉体活伫咱中间。
因为耶稣基督踮伫世间，伊也行过咱所拄着的冲突，也行过咱所拄着的悲伤，也行过咱现在所拄着的艰难，甚至为着安尼，定死伫十字架。但是上帝搁我的开力，宣告讲，赢过这一切是上帝的疼。赢过这一切的耶稣基督已经见证真正的德性是啥物？赢过苦难的神是真正的阳光。这是保罗服侍的号召，也是伊继续要传承给提摩太的号召。上帝的道是咱向前的愿望。无论现在的咱踮伫什么款的处境中间，无论现在的咱面对什么款人生阶段的困难，上帝的道永远带咱向前行。一个神学家伊讲，上帝的道有3款，头一个是启示的道，第二个是写出来的道，第三个是宣讲的道。启示的道就是耶稣基督，写出来的道就是见证启示的道理，也就是上帝的话。也照着每一摆宣讲的时，咱带着基督的临在，看见启示，带来见证，也带来愿望。顶礼拜我转去台东，甲原住民教会的中职三见面，踮伫遐服侍。因甲我邀请有一寡我的资料先交互因。去到伫遐的时阵，我真感动。因为伊甲我所写遮个诗翻译成做阿美族的话，所以我特别踮伫遐，我甲因讲，我先读互你听，啊，煞只我要邀请恁读阿美族的话，互我听。所以当因全场的人用阿美族的话读我所写的诗，虽然我完全毋知伊咧读啥物，但是你心内底会有一款无共款的感动开始走出来。有一个牧师私底下来找我，伊甲我讲，当伊听到遮个老大人、遮个中职同工用阿美族的话咧读迄个诗的时阵，伊目屎拢咧流出来，因为伊讲，踮伫东海岸，济部落少年人一直离开，即马剩老人，啊，教会嘛因为疫情的缘故。真长的时间会当来教会的人愈来愈少，啊，尤其逐个人拢住足近的，所以当疫情来的时阵，人甲人中间失去信任感。所以伫迄个状况咧服侍，因心内底其实足软弱的。但是听到边仔的人用阿美族的话语咧读遮的话，咧讲出遮的信息的时阵，伊讲那亲像心内底有一个新的动力，有一个新的感动走出来。迄个对因讲，爱持守对基督的信。若是咱失信，伊永远是信实，因为伊袂违背家己。伫人生面对每一个困难的过程，其实上帝是信实，上帝永远袂离开咱。今仔日的咱，嘛会拄着挑战，嘛会拄着困难。最近历史小组咧推动咱历史资料的修理，咱拄着困难。咱除了要修理咱教会遮的历史资料以外，咱也要帮助中英中学要修理中英中学历史的资料。两个案是要接受政府的补助款。不过，中英中学的部分受到阻挡。这个阻挡伫迄个职权的背后，是有人认为讲，长老教会的历史无重要。有人认为讲，为什么干那要修理长老教会？当接到这个消息的时阵，其实心内底会生气，心内底嘛会有济挫折。当咱认为这个代志是重要的时阵，咱竟然会拄到这款的质疑甲挑战。不过真紧，
甲同工对话的过程中间，我心内底有一个新的体会：愈拄着困难，愈提醒人爱倚靠上帝。有当时当困难走出来的时阵，咱会一直想要倚靠家己的气力，想要去解决，想要用真生气的方法去应对。但是伫这一切的挫折中间，才去体会讲，无论今仔日的咱有偌尼济才调，有偌尼济气力，咱拢需要学习倚靠上帝的恩典。这个历史资料为虾米重要？我看一个中英中学内面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资料，是100年前长荣中学自救会名单。唔知影咱知影这个名单咧讲啥物无？100年前，1922年，伫日本时代颁布台湾教育令。当这个教育令颁布了后，中英中学面对一个真大的危机。因为因必须爱正做财团法人，因必须爱正做正式立案的财团法人，才有法度继续向前行。伫迄个时刻，台南教师会已经讲，咱无法度，因为迄笔钱的数目非常的恐怖。毋过，就踮伫迄个时刻，当时的林茂生教授，甲侪人因成立这个自救会。成立这个自救会了后，学校、教会甲社会的人共同努力，伫真紧的时间将这笔钱无着啊。所以解决迄个时刻中英中学的校务危机，危机看起来解决啊，但是经过10年了后，阁有新的代志发生，应该无10年。踮伫卢沟桥事变了后。日本政府对教会、对学校的压迫比过去搁较侪，要求学校讲爱神社参拜。伫迄个时刻，教会、学校面对真大的冲突，到底咱要安怎选择？结果咱伫投票的过程中间，是同意要神社参拜，嘛因为安尼。咱第一任的牧师无法度继续服侍，伫迄个时阵看起来是倚靠世上的权力。历史的资料写着，戴长老的爸爸讲，看起来我已经失去对这间学校未来的愿望。迄当时的戴明福长老安尼讲，看起来毋知影这间教会、这间学校未来要行远对。毋过，伊阁继续向前行。为虾米伊向前行？伫历史的资料中间发现，伊会当向前行，是有一群人相信讲，伫这个上帝的名所设立的学校，这是一个会当互台湾人自由踮伫遮得到学习，嘛会当踮伫遮领受疼的所在。林茂生教授讲，这是台湾人学校的梦。迄个梦带当时教会兄弟姊妹、甲学校以及整个社会行往新的时代。其实，足侪人嘛是咱教会兄弟姊妹。这是咱发生踮伫咱教会中间历史的故事，一代搁一代的人。会当继续向前行落，为虾米？因为持守对上帝的信，也永远持守对这块土地的梦，咱才会当向前行。今仔日的台湾社会，咱的生活已经比100年前搁较好，教会环境嘛比100年前搁较好。毋过，咱敢会因为安尼？咱煞愈来愈倚靠家己，袂记哩倚靠上帝。读这历史资料的过程中间，咱才愈来愈发现讲，人不过是软弱的，人不过是
无法度做啥物的。拄着困难、拄着挫折的时阵，咱才愈知影讲，除了我靠上帝以外，无别的方法。若是讲今仔日的教会为什么看起来已经失去传福音的动力？上界重要的，毋是咱要有啥物策略，咱要有啥物方法。上界重要的代志是，咱已经袂记哩，咱是需要稳定的人。咱已经袂记哩讲，道成肉体基督耶稣，伊赢过世间一切权势。所以保罗承接伊所行的路，无论拄着铁链的束缚，互人关伫家里，互人鞭拍，伊犹原愿意坚持向前。伊要照安尼继续勉励提摩太。伫这个看起来充满混乱的教会，你犹原会当继续行，因为基督的神踮伫你的生命中间。各位兄弟姊妹，咱是信基督的人，咱是上帝的囝子，咱拢是需要稳定的人。伫每一个困难，伫每一个生命中间的病痛、心灵的打击，伫每一个咱感觉看起来已经毋知影要搁安怎向前行的时刻，基督永远袂失信，伊是信实，值得咱信靠。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道成挂信。狂风暴雨，惊涛骇浪，我攻击，铁链捆绑，雷鸣鞭拍，掠过我身。会互人拍倒吗？会互人动摇吗？会互人死亡吗？检采，毋过启示的道，写出来的道，宣讲的道，永袂毁坏，永袂动摇。正做我的信心，我的愿望，我会疼痛。道成我信，信属我心，袂动摇，袂惊吓，忍耐到底，必然胜利。就亲像咱顶悬这三字：信心、愿望、仁爱。这是上帝的话，这是上帝的提醒。放伫对上帝的信心，咱会当赢过世间一切权势，咱会当赢过一切人的软弱，见证耶稣基督已经对死过活，伊是咱的主。请咱做伙来吟一首圣诗：温困做工，无嫌劳苦。困做工，无嫌劳苦，欢喜来做个天白工程。这是我主所行的路，路应该的主。来
耶稣，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帮赞。阮知你欢喜帮赞阮，阮也需要你的帮赞。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阮会拄着挑战，会拄着挫折，嘛会拄着有时互阮心内底真烦恼、真担忧的事。这个事有当时啊，互阮拢毋知影讲到底会当怎样向前行。毋过，亲像踮伫即段会议中间，保罗鼓励提摩太持守对基督的信，因为你永远达得阮的信靠。之所以阮会当继续持守这个信心，向前来讨走。愿主真做阮的倚靠，真做阮的帮赞。阮需要稳定，阮是找稳定的人。愿你的疼甲怜悯踮伫阮的心里，互阮心内底的气力赢过外在一切挑战，赢过世间一切的权力，互阮勇敢见证你的福音，直到落尾。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请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我来报告教会的事工，互咱大家。咱圣经学堂咱的进度是马可14章第1节到11节，请咱会当拜三暗暝踮伫线顶做伙来致意。明仔载办公室休假一日，国庆日休假一天吼。后礼拜是为着咱大专中心奉献的主日，所以嘛，请咱做伙关心大专事工的需要。新港讲10月到12月，新港讲已经到啊吼，所以咱踮伫办公室这边来提好。咱会踮伫12月
4号第1主日，或者12月第1主日来举行洗礼、更新礼甲信仰告别。所以，若有意愿要接受洗礼，兄弟姊妹会当照这个时间来办公室这边来报名吼。好，另外一件甲大家报告吼，咱11月初6，就是11月第1主日下晡3点，11月初6下晡3点，咱总会会甲咱做伙点伫咱教会举办伊丽莎白牧师娘的纪念礼拜。因为其实吼，应该讲过去到现在无特别举行过伊丽莎白牧师娘的纪念礼拜。伊丽莎白牧师娘嘛，唯一甲咱教会有上界亲密的关系，因为咱教会是伊丽莎白牧师娘所设立的，所以咱会点伫11月初6下晡3点，点伫咱的大礼拜堂来举行伊丽莎白的纪念礼拜，所以邀请咱的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参与。这也是咱一个进入120周年一个真重要的纪念礼拜，所以嘛点伫遮，大家来做一个邀请，望咱会当点伫11月初6下晡3点，做伙点伫遮来参加伊丽莎白的纪念礼拜。好今仔日咱有几位新来的兄弟姊妹踮伫咱中间踮伫后壁有林胜哲跟柯涵如踮伫后壁遐是无？来到咱欢迎因会当来到咱的教会中间请坐。咱等下礼拜煞以后，咱会当继续有一寡活动。好，我就安尼做以上的请安甲报告。咱做伙来读金句，本周的金句是咱做伙来读2解，提摩太后书2章15节。俄勒提贝万福本源，临时煞请牧师祝祷。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常常踮伫咱心内，对答入到永世代无煞。阿门。